Hello， 大家好啊！火炭星海提案分享嘅 Angel， 今日帶大家嚟到火炭站銀禧花園，睇一個有新淨靚裝修、望到開揚嘅全馬場景，間隔係2房，實用面積510尺嘅優質筍盤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8座，實用面積510尺，間隔係2房。單位外望開揚嘅全馬場景同山景。客廳係 L 型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，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。另一邊嘅位置就係飯廳，業主將飯廳嘅位置用櫃隔開咗，多咗一間儲物房。呢間房可用作工人房。除咗有衣櫃位之外，可以擺到單人床。間咗儲物室之後，另一邊嘅位置係飯廳，設有對流窗，而門口入嚟旁邊嘅位置亦都做咗一排嘅鞋櫃。呢個位可以擺放2人餐台。廚房改咗做開放式嘅設計，保養新淨，預留咗位置擺放雪櫃同洗衣機。洗手間有窗空氣流通，保養新淨係用企缸嘅。第一間睡房間隔方正，擺放咗雙人嘅碌架床，訂做咗衣櫃。而呢間房嘅景觀亦都開揚，望返過去駿景園嘅來源同埋山景。第二間睡房係主人房，可以放到雙人床。業主喺呢個位置訂做咗地台床，增加儲物空間，擺放咗2個衣櫃，同客廳一樣都係望馬場景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